極地之美，地球嘅另外一端南極。我相信大家好關心嘅呢，當然就係交通工具啦。所以呢，有2種嘅交通工具你可以考慮嘅，一種當然就係坐船啦。但係如果係坐船嘅呢，最為人所詬病嘅呢，就係南極之間有一個我哋叫做德瑞海峽 Drake Passage 啊。如果你係坐船嘅話呢，因為佢係夾於大西洋同埋太平洋之間，所以當海水流經過南美洲同埋南極嘅時候呢，中間嚟講呢，嗰個波浪波濤比較會係大啲，比較洶湧啲。咁呢個就係話坐船係其中一個係最關心嘅問題啦。咁而至於嚟講呢，亦都有朋友諗住可以坐飛機嘅喎。咁呢個係冇錯㗎，因為我哋係可以用呢一個飛機呢種嘅交通工具橫越呢個德瑞海峽抵達南極嘅。除咗坐船可以登陸南極之外呢，亦都有好多香港人呢就中意選用呢個飛機，坐飛機係飛越呢一個德瑞海峽嘅。咁啊，究竟坐船同埋坐飛機有乜嘢分別呢？好明顯啦，坐飛機用2個鐘頭嘅時間，同你喺智利嗰度飛越呢個德瑞海峽2個鐘頭就可以到南極咯。回程當然都係差唔多時間啦。但係如果我哋係坐郵輪嘅話呢，坐船嘅話呢，每一程你係講緊2日嘅時間，來回係用咗4日嘅時間。所以你會留意到就係話呢，一般現在喺個市場上面呢，都頗多人係選擇係用呢一個飛機作為佢哋嘅交通工具，係登陸呢一個嘅南極嘅。如果我坐船嘅話呢，可能我就會經過呢個海峽，會暈船浪。咁呢個大家都知道有咁嘅機會嘅。咁但係如果我用飛機嘅話呢，哇！始終我落到去南極，我都要上船嘅喎。咁會唔會暈船浪啊？咁答案係大部分嘅情況底下唔會嘅。原因係乜嘢？因為你已經係進入咗南極半島，而喺個峽灣嘅範圍裏邊呢，嗰啲水呢係非常之平靜嘅。咁啊，甚至乎可以喺嗰度呢玩呢個 Polar Plunge。咁呢個就喺個南極裏邊係跳水呢啲嘅活動。咁所以呢，對於係擔心會唔會落到南極半島上船暈船浪嘅朋友仔，我又覺得呢個問題應該唔會係太大嘅。今年呢 Jack Tour 啦，我哋係會繼續去年嘅熱烈嘅反應，我哋仍然都係會繼續用 A21旗下嘅麥哲倫嘅發現號。至於呢個麥哲倫嘅發現號同呢個探索號究竟有乜嘢唔同呢？當然個分別就係佢今年係2026年12月佢先至係落水㗎。咁所以呢艘船嚟講咧係非常之新，無論喺佢個設備啊、個設計啊、船嘅層數啊，尤其是一個艙房啊，佢基本上咧有95%以上佢嘅房間咧都係呢個露台房㗎。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點解會用呢一個發現號嘅分別啦。當然船上面更加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啦，咁我哋將會同大家係一一介紹嘅。至於呢個麥哲倫嘅發現號 Discoverer， 佢最大嘅特色係乜嘢呢？因為佢唔係一隻大型嘅郵輪喎。嗱，如果我哋講緊大型嘅郵輪係過萬噸嘅，你唔能夠登陸南極㗎，你只可以喺南極嘅水域裏邊係遊弋嘅。咁至於呢個細船，佢係賣緊中 size 嘅船啦，佢嘅載客量只不過係講緊76人。簡單啲講，如果我要登陸南極去玩去睇近距離企鵝啊嘅野生動物啊、海獅嘅話呢，佢基本上10隻 Zodiac， 即係我哋所講嘅橡皮艇，或者你哋所講嘅衝鋒艇，基本上佢一次過落船呢已經可以做晒嘅分流。如果有一啲船佢可能講緊係幾百人嘅，咁但係呢，你就唔可以同一時間所有嘅乘客呢，你係就要落水上岸啦，而係需要呢係分好多唔同嘅次數，同埋嘅時間亦都係浪費咗好多。南極嚟講咧，你好多動物，我絕對相信你會中意咯。嗱，例如嗰啲嘅企鵝，哇，淨係企鵝啊，講緊嗰啲種類啊多到不得了。好似我好中意嗰隻叫 Chinchap Penguins， 嗰隻好似戴住頂帽仔嘅帽仔企鵝嚇，好得意嘅。喺個水佢游得快啊，上到去啊傻下咁樣，蹬下，超級得意。咁另外仲有咧，你一定有機會你會望到乜嘢咧？ Albatross 就會見到呢個信天翁嘅。當佢嗰對翼啊一伸出嚟嘅話，哇！長度啊，可能係高達呢個係2米至3米咁多嘅喎。咁另外更加不用錯過，只要你係肯去耐心嘅話呢，你基本上你係見到鯨魚㗎。咁因為點解啊？鯨魚嗰段時間嚟講係最中意呢係南極夏天啊嘛，好遠嘅地方佢係游過嚟，成對咁樣喺個海上面嚟講覓食。
如果你係對於大自然嘅生態你係有興趣嘅，你係想係對住一啲咧係極地係了無人煙嘅，我會覺得南極係人生裏邊咧你一個好好嘅選擇。如果我哋話去玩南極咧，其實我哋係講有季節之分嘅。地球嘅另外一端當然唔係講現在嘅7月啊或者8月啦，而係最靚嘅季節就係每一年嘅12月至到第2年嘅大約3月左右。呢個咧就係南極半島係最熱鬧嘅時間啦。咁喺呢個時候嚟講咧，係好多野生嘅動物啦，例如你最中意嘅企鵝啦、海獅啦、鯨魚啦，好中意去嗰度咧係生蛋啊、孵呢個企鵝仔啊，同埋喺嗰度咧磷蝦好多，喺嗰度係覓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南極最靚嘅季節係每一年嘅12月至到第2年嘅3月。